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嘅客家字體當有意思，就對講嘅係人體翻譯機哦。我小行來了本書是係機來翻譯的哦。韓國是40個國家嘅文化嘅素養當高，韓國嘅外文嘅能力非常嘅強哦。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你愛來談佢嘅故事哦，你嚟下來歡迎戚立聰先生。先生你好，大家好，我係戚立聰。今日當場有一隻機緣來到客家電視台，請大家聊。我係戚立聰，大家好。今日當場有一隻機會，來到客家電視台，請大家聊。先生一開場就講兩種客家話，係哪邊人哦？係啊，我爸係公館嗰邊嘅人，哦，我媽媽係個苗栗西湖嗰邊嘅人。所以有兩種哦，所以係六時人都會講哦。我媽媽嗰片應該叫做四海腔。哦，四海腔。係啊，先生，你韓國是40個國家哦，翻譯嚟當到嘅書，你哋轉到台灣時係希望講翻譯當讚嘅文學作品，無論係樣片也係書，大部分大家真正感受到書中真正有黃金無安樣嘅感覺呢？啊，這個是我盡力而為。係啊，先生講唐三藏係你嘅同行哦，有冇講？哦，那個唐朝1000多年前嘛，對不對？我是覺得，就是在我非常的用心從事翻譯這個行業以後，我就會受到一些前人的感召。那以我們就是華文的世界來說，我覺得我會想到一個例子，就是我小時候，國中升高中那一年，也是被我媽媽逼着讀了一本那個唐三藏的西遊記，吳承恩寫的《西遊記》嘛。那我媽就從台中圖書館借了一本《西遊記》的那個文言文版，然後小學6年級剛畢業哦，她就叫我文言文版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然後真的非常艱難。可是也激發了我無限的想象，然後在我從事了翻譯工作以後，我就覺得說，《西遊記》這種東西，這不簡單呢。這背後，當年一個唐三藏，他從長安，他要到西域，那時候西域可能是後來我們知道有山洞裡面的那個大佛像被炸掉的那個巴米揚大佛像，那個阿富汗，那個時候是佛教的聖地。然後唐三藏我想他是從西域，然後經過那些。就是新疆、甘肅啊、新疆那些地方，然後到阿富汗那個地方去取經。那這個過程他必須經歷多少不同的文化和語言，那他不可能全部都會講，所以一定要靠翻譯。那之後他到了西域之後，他為了把那些佛經引介到中國，他也必須去學寫那些佛經的語言，那就是梵語。就印度的梵語。那他學會了梵語，然後把那些佛經譯成中文，然後引介給中文的世界，然後造就了現在這麼多信佛的人，然後讓那麼多的人透過宗教得到很多的靈感和慰藉，所以這整個過程都是一個翻譯的過程。所以像這樣的古人的事蹟都會激發我。很精彩耶！因為剛才講到唐三藏，他走的那條思路是一個文化跟族群多元融合的地方，所以你韓國是40個國家，就是到各個國家去取經的概念了。有點類似。我一直希望就是在去到的每一個地方，我都能夠取一點點經，然後這些經，第一是會化成我生活的一部分，第二它會化成我的文字。因為我覺得你去過的地方越多，不只是讀的書更多。我們說，行萬里書，行萬里路不如讀萬卷書，但有時候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都是互通的。那我覺得你走的越多地方，你看到越多的東西。那當你在面對一本書的，不管你是作家，你要寫一本書，或者說你是翻譯家，然後你要譯一本別人寫的書，那你的歷練、你的經歷都會化成你的文字。那我覺得這些經歷是蠻重要的。是老師，我在看你所翻譯的，包括我現在手上拿的《風沙星辰》，你有寫的序嘛？我自己在看我就睇到講，你寫的文字有動到的想象的空間，你用你自家。譬如講，你香港來，你坐飛機坐的出門順頭看到的風景，它融入你所
翻译的文字里面，我觉得很真实，好像从你的生命出发，但是又很贴近这本书里面原作的精神。哦，很感谢您看到这一点，这也是我希望传达出来的讯息，那也是我在翻译工作上努力的目标。嘿，都紧翻的几多本书嘞20本？20本哦，包含有日文、然后法文法文的，还有，题材就很多，文学也有，社会科学嘛有，历史嘛有，童话书那些也都有。哇，用话安强吼，我个听讲你本来伫国中的时节，日文开始唔系安好，后来用话本你 free again 是突飞猛进。对，小时候其实是对中文很有兴趣，然后其实我对语言的兴趣基本上应该是从客家语激发的，就是因为我父母亲都讲不同的客家话嘛，所以我从小就会讲2种腔，而且我小时候讲的比现在还好。然后所以我从小就会对语言很好奇，说，为什么同样是腔用还客家用英讲，我系客家人，用英讲我系客家人。然后，而且更有趣的是，为什么我不知不觉自然2种都会讲了？所以这些都会激发我对语言的想象。那之后，我对中文就很有兴趣。上小学以后，就会很努力的学中文。然后上国中以后，我也是很努力的学英文。可是那有一个障碍，就是因为毕竟英文是一个要用字母书写的文字，那我就没有那么习惯。然后有一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无法突破，看到那些字母啊，然后那个字母还要对那些什么音标，大家都记得学音标很痛苦。然后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要学那个花那个字叫 flower。flower 对我那个时候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我们中文讲花这么简单，英文要讲 flower， 而且好像有3个音节的。对，然后要用那个字母这样写，然后之后又会配一个音标。我觉得那实在太复杂了，所以我那时候我是用客家话来学会这个字的。我在旁边用注音符号写福老哈来。福老。对，我就写了福老哈。然后现在如果我去找那个我国一的那个英文课本，上面就会有我用注音符号写的福老哈来。你俩系动好会搞出来呢，不负责任课语教学法。对，就总之有这么一段故事。然后后来到国一下学期的时候，好像班上有某些同学就不知道为什么英文就特别好，每次都考99分或100分。然后好像我就觉得不甘心，为什么我都学不会？然后那时候的老师刚好我又蛮喜欢的，叶老师，然后我就是动3棒图嘞，就1个学期就很努力的学，哇，是真不动脚嘞。结果到了初2的时候，我的英文就没有人超过我。哇，安琪，如果用话你上英文课的时间，你还敢开始来读法文呢？什么机缘之下？也是因为就是学英文，后来学的进度都会超前嘛，然后就开始觉得无聊，就老师还没讲，我都已经学会了这样。然后我就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就去翻那个英文字典，那时候梁实秋的英文字典。然后那英文字典里面就会有一些法文的字，它会用一个法标起来。然后我以前还不知道那个法是什么，我还以为那是法律的字。对，因为可能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那 rapprochement， 那个字叫做外交上的关系的和解那个意思。我想说，这跟法律有点关系，我就想说法就是法律的法。后来再多学了几个，我才发现原来法是法文，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世界上有法语、法文这种东西。然后我又觉得那些字看起来跟英文不大一样，我觉得看起来特别有趣。我就国2开始我就做笔记，把那些法文字全部抄在一个笔记本里面，然后也不太知道怎么念，但是就觉得很好玩，就把它背起来这样。所以你还完全你自家伺候都是自修自学而成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然后我们乖乖的每天上学，然后也没有什么时间接触到外面，也许有法语的资源，可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就透过那个字典这样。线上你真运动3万我知道你是想要做一件事情，你是要做好，你是会动专注，有兴趣，就是发掘了兴趣以后，就会好好去做。係啊，我看到線上按用心在投入，無論係語言在翻譯投入，我知道一感動。當然，我未想來到線上強用，做得外本講嘅安好，韓國要當到文化嘅素養，大家當上嚟啲線上到底有乜嘅技巧做嚟到學習呢？你聊一下，等下再嚟繼續來同線上分享哦。
大家轉到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今日到節目當中嘅咧超強人體翻譯機徐立松老師，你客家詞典非常嘅優秀，再次來分享，先生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係先生，我知道你當貼片，因為你大地法國差唔多15年嘅時間咯，差唔多2012年，佢聽講轉到台灣。好，希望翻譯講很多嘅好書、好文學，本大家看吼。因為講喺國外，前當然講冇上嘅將來，因為上嘅將來。那次都在國外的經驗，差不多累積的差不多了。就是有足夠的能量回來，把它化成別的東西，然後帶給社會這樣。我知道你都有理想呢。還好，對，也是受到很多人的鼓勵和激發這樣。我自己有去過法國，我非常喜歡法國兩個國家哦。我哋基本要準備到相片下，你就喺牆下來看，有法國都有特色的相片。好啊，來輕鬆的看這個相片。哇，特色的法東這樣。這個就是我以前在法國，在巴黎住的最久的地方。哇。對，然後那條街叫做 Avenue Lumière，它每年4月的時候，4月下旬到5月上旬，就會開這樣紫色的花，哇，很這樣。然後，對，然後就整個都是紫色花，然後我就看了很多年，每年都會約朋友在那個紫花樹下的咖啡館喝咖啡，就覺得很浪漫。然後後來回台灣發現，台灣同一個季節開了一種花叫做桐花，對，然後對，然後後來我每年我就看，那邊紫色的花，這邊白色的花，我就想說這兩種花會不會有點關聯，我就去查，結果發現這個紫色的花呢。Polonia， 我找到它的學名叫做 Polonia， 然後它的中文的名字叫做紫花泡桐，也是它那個泡泡糖的泡，然後桐花的桐，對，它叫泡桐，然後我們的那種白色是油桐，所以我在猜說華人大概認為說這兩種樹那種開花的方式是類似的，所以就用同一個字，因為他們事實上在植物學的分類上距離比較遠一點，但是在中文裡面卻都叫做桐花，那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很奇妙的機緣，就是說啊，我在那邊住了那麼久，結果居然住在一個那個泡桐，對，也是一種桐花的旁邊。然後回到台灣，發現哇，現在台灣就每年都那個桐花季，然後季節都一模一樣，我覺得真是太神奇了。我覺得都係既然呢，無論你到哪位去，你腳趾踏到的地方，總係做得青島老你故鄉土地連接的素材。對，到哪裡我們都會找到這樣的。你係轉角的咖啡廳，對，這就是其實早年我住在那邊，可是我都會覺得樓下的咖啡廳就不是咖啡廳哦，這是我的名言。然後就那家咖啡廳我很多年都沒有去，後來就有同學說，你們家每年春天紫花都開得這麼漂亮，然後我就說，哦好，那我們就去樓下咖啡廳喝咖啡。後來就變成每年春天要做的事。然後這就是前幾年有一年就有個朋友，他特別喜歡這個猴子叫做 Kiki。然後他就逼迫我要拿着 Kiki 照相，就在紫花下照了這個相，這樣。哇，這個是河嗎？這是羅亞爾河。羅亞爾河。對，一葉扁舟，好浪漫哦。是啊，我那時候就想說啊，就想說划着這個船，然後一路就划到大海去，這樣。哇，不要那麼浪漫。可是船綁起來了，所以我就沒有划到大海去了。哦，這是另外一艘船。這個是有一次我在我在羅亞爾河那個地方有一次住了1年，這個叫昂傑的城市 Angers， 因為那一陣子我覺得剛好有一個朋友他的那個老房子空着，然後我又覺得說在巴黎住久了，我就想說到鄉下去體驗一下鄉下生活，所以就住到昂傑那個小鎮，然後剛好在春天的時候去到那邊，然後每天騎腳踏車出去，然後就會騎到河邊，這是一個河邊的那個水上餐廳，然後裡面有烤鰻魚可以吃，這樣。好幸福哦！哇，這個花海好美哦，有城堡哎。這個也是，就是我住在那個昂傑的時候，然後圖片上都有我那時候寫的一些字，因為那時候我有在經營部落格，然後就會把照片跟一些網友還有朋友分享，所以上面我會寫一些介紹這樣。然後這個就是，那這個也是在那個羅亞爾河地區的一個民居，看起來很像一座小城堡，那邊的民居就是蓋成這個樣子。因為會下雪嘛，所以他們的屋頂是斜的。好，斜的。斜的也是因為說傳統就是這個風格，也不見得一定會下雪。但是比較有特色，就羅亞爾河地區的那個屋頂都是這個石材，然後就一種板岩，
然后都是这种蓝灰色的，所以整个罗亚河地区的民居城堡都是这样的白色的墙，然后这种灰蓝色的屋瓦，所以非常协调。老师，我看到好多的照片哦，我感受到你在国外世界，你生活的当中，你当享受，韩国你咪当认真去感受当地的生活的气氛。有些时候就是比较有时间，当学生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注意。像刚刚说到的那个紫花，我可能在前2年念硕士的时候，可能忙的都没有时间去注意花开了花谢了。但是后来就是学业告一段落，然后工作以后，有时候自己的时间就会比较多，然后就会更有时间去体验这种当地的生活和季节的变化，这样。嘿，像是安尼日暮和起来时，看唔到当多生活当中的细节，我系讲听下剧本就在发觉到，哇，身边慢哪里都系宝。对。而且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宝，而且这些宝在你累积到相当的经历之后，你会发现，哇，各国的宝都可以串通起来的。哇，所以先生大地发过了15年咯，大半年当到丰富的内涵哦。你伫节目当中咪来学一下，虽然冇法度伫法国一下子待15年，总做得来学法国的话吧。好啊。好啊，嘿，學法文咁當困難，你到底係用辦開始學到安好誒？係講成人咧就唔係困難啦，成人係講出生就出生喺法國，就一下就會講。係經常哈。台嚟長好，就要下一點苦功，看你幾歲開始學。像我個人的經驗，我覺得我在國中開始學的時候，已經覺得需要下苦功了。如果是國小1年級就開始學，可能就比更容易。但是語言有一個，他們英文會講說 critical age， 就是那個叫什麼臨界年齡，這是一個理論啊，就是說大概在青春期那個時候，你如果才開始學一個外國語，就會面臨比較多的瓶頸，就會必須用比較正規的方式去學。那我是覺得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的確在那個資源比較不多的時代，平常日常生活中聽不到法文，電視上也不會有什麼法國電影啊、法國電視台，然後就要必須自己去找資源、找教材，去圖書館找法文的文法書。然後真的就是要我是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那種人，就是把所有的文法規則都要讀起來，然後在這個基礎上之後再去透過日常生活之後，後來過幾年我遇到法文老師，然後就開始把那些之前累積出來的正規的文法概念，逐漸化成生活中能夠自由運用的語言，這樣。咁先生教你講幾句好冇？好啊，係講你出去法國好咧，簡單咧。那簡單是 Bonjour 聽啊 ，Bonjour 就很好了，謝謝。好 ，Bonjour 就是日安，就是您好。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很有名的法國文學作品叫做《日安憂鬱》，就是 Bonjour Tristesse， 就是 Tristesse 就是憂鬱 ，Bonjour 就是您好。哦，愛愛你咁樣講啊。愛愛你，愛愛你 ，I love you。要啊，我們要學一下法式的浪漫。啊，那我可以對主持人說嗎？可以。好 ，Je t'aime。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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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me。對。有那個口腔裡面 Je t'aime。Je t'aime。Je t'aime。對 ，Je 就是我。Je。然後 t'aime 其實是 t 和 m 的縮寫，它的那個你是放在動詞的前面的，所以是 Je t'aime，我你愛。哦，可是那個 t 遇到那個母音開頭的字，它要縮寫，所以 t'aime 就變成 t'aime，就變成 je t'aime。哇 ，je t'aime，愛愛你，觀眾朋友。愛大家。係啊，其實先生哈，喺從細一路行呢，佢嘅成績當好，推提外文呢，世界本班上嘅同學哈，講到佢嘅外文能力係提升樣誒。我這邊手上呢有同學對你的評語啊，是嗎？對他們說呢，徐麗松不但講英文極好，法文也很好，還會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走得講係當年的世界第1高分啊，沒那麼厲害啦！我的同學對我太捧場了。同學說你是那一屆台大外文最傑出的才子，哦，沒有了，最傑出，沒有啦，我就是考完就每個語言都會去碰一下，這樣了，就覺得很好玩。保持一個靈活、覺得好玩、新鮮的一個心態去學習，我就會學得又輕鬆又能夠專注。是，對，老師，那你外語能力成就很高，你為什麼讀中翻譯呀？你為什麼甘願這樣子把自己好像關在一個房間裡，
或是说用关会不会有点严肃？你就会很投入在这个文字里面。其实这也是就是我在很多年之后才决定做的事。之前的翻译工作是比较就是接触，就是各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像早年其实我一开始踏入，最早期我做翻译还是帮公共电视筹备委员会做的。所以我也觉得今天也觉得非常巧，来到客家电视台是公视集团的一个成员嘛。所以最早年其实我做翻译，跟就是公共电视台筹备委员会有关。然后之后到法国之后，开始做那种公司的口译，那我就会接触到一些核能啊，或者说电影啊，或者说高科技啊、高铁这些我都接触过。然后各个领域接触过之后，然后久了，然后开始有朋友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书籍的翻译？然后一开始其实我抗拒了一阵子，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很好动，然后就喜欢到处游山玩水，累积生活经验这样。然后，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一本书这么大本，要坐下来很久才译得完。我真的犹豫了很多年。后来有一次我就想说，好吧，我就来试试看。结果一试发现，真的很棒，就是一试成主顾的概念。是，就是我发现我居然真的有办法安安静静的把一整本书译完，而且在译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之前经历过的事情全部都化成文字了。哇！就是那个，因为我接触就是像这些书主要是西方作家写的嘛，那因为我是外文系的，所以对西方的文化我会有相当多的认识。那透过这些西方作家的书写，然后我会觉得说，我把我的知识还有我在国外生活的各种经验，全部不用捞起了，全部放进去，对，然后化成我熟悉的中文。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很享受哈。对自己觉得很享受。唐先生按用英讲呢，大家是自己的工作狂哈，等下转来继续对唐先生来分享了。大家進到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喺咩當後期，仲係家下 Rita 會講，今日你嚟台裏邊，似李昌先生係工作狂呢？因為呢，佢嘅理想嘅工作嘅模式係因為16點鐘通勤地喺做事哦。安尼來分享先生，唐先生用咩來分享佢工作嘅啲點點滴滴呢？先生。係咁樣做事，120就16點鐘咧，按衝嘅時間。這個就是有時候被逼稿嘛，就不得已，因為我實在是太喜歡書了，所以這個出版社他邀我這本書，我看一看，覺得不錯，我就接下來。那個出版社邀我這本書，我看一看，覺得不錯，我會喜歡，我又接下來。後來才發現，哇，接了好多，然後那個交稿的期限一個一個都到了，所以有的時候我就會逼迫自己進入一種。有點像走火入魔的工作狀態，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會在很早的時候我就睡覺，然後在凌晨的時間我就會起來，然後就一起來立刻打開電腦就立刻進入工作狀態，然後等到太陽出來，我已經工作了可能3-4個小時了，然後已經有寫了很多的東西，然後才開始吃早餐，然後之後會一直做到太陽差不多又下山，這樣加起來差不多就16個小時，中間會偷閒喝2杯咖啡啦。對，然後這個第一是有工作壓力的時候我會這樣，第二是有時候我在譯書的時候真的要進入這樣的狀態。對，我在想說，很多作家，我們都知道有些作家他在寫作的時候，他比如說寫意識流或什麼東西，他可能會去用一些喝酒啊或者什麼，或者說他會需要抽煙，用一些方式，然後讓自己的身體達到某一種境界，然後去書寫。那我覺得我不需要，我大概咖啡就夠了。但是我就會進入那種，因為書我又很愛，然後那個內容我又很喜歡的話，然後只要有咖啡陪着，然後我就會整個人投入那個狀態。你要我停，我也停不下來，就會一直到16個小時之後，我的身體會自動告訴我要停了。因為什麼呢？因為我突然間發現奇怪，我怎麼譯不出來了？就一個句子，一個句子我明明就看得懂。然後奇怪，怎麼就是譯不出來？然後譯不出來，然後到最後下一個句子，甚至連看都看不懂了，我就知道不行了，一定要去睡。這真的是人體是真的是很有趣，就是等你睡了一段時間，然後起來之後，前面那個譯不出來的自然就出來了。對，這也很有趣。本自家經驗，因為從台哈，讓做得體驗啲樹當中，錯冇？
从线上，你自家在翻译了本《风沙星辰》盛秀伯里他的作品哦。昨天让你分享讲，你翻译书，就像其中一本书嘛，哈，以神奇的素材讲，本一起都当感同的素材。对，像《风沙星辰》这本书呢，这本书很有意思，它其实就是《小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小王子》这本书。那这个《风沙星辰》事实上就是《小王子》的作者叫做安东尼·圣修伯里，然后他的一个自传。然后《小王子》是他讲的是星球，他会讲到小王子从星球上，然后来到地球。然后他会从这个星球去到那个星球，然后是有一种飞翔的那种感觉。那事实上，这些都是这位作者他的人生经历去画成一个奇幻的故事。那他的人生就是一个飞行员的人生。是。对，所以这个《小王子》的作者，事实上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最有名的飞行员之一，就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然后也是早年那个开辟在航空业里面开辟航线的人，比如说他是那种。第一个从比如说法国飞到那个塞内加尔，就那时候一开始开辟航线的时候，他会从法国开始飞到西班牙，然后飞到北非，然后之后才从北非慢慢的跨越大西洋，然后飞到南美洲，然后之后又从南美洲从阿根廷跨越安第斯山。飞到大西洋那边的那个圣地亚哥，就是智利那边，是这样一步一脚印飞出来的。哇！然后像这位小王子的作者，他就是在那样的时代，在一个那时候还不是那么进步的飞机，然后必须跟气候对，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仪表去帮助他，他飞一飞，他会发现，好像方位错了，可是仪器又不够精密，然后有时候无线电会断讯，然后全部都必须靠自己判断，那个每天都在跟生死搏斗的。那这样的一个而且。更夸张的是，那个年代，比如说非洲还有一些部落是比较没有现在这么文明的，就万一会吃人吗？是没那么严重，但是飞行员那时候飞机又很容易掉下去。是。那万一你掉在那个沙漠里面，然后被那些部落找到，你很可能就送命了。因为有些部落他看到外面来的人，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你开着那么奇怪的东西，他会觉得你是敌人，然后就把你杀掉。所以像那些飞行员都必须经历这样的人跟生死搏斗的，那他的经历跟现在的飞行员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也透过这样的经历，他看遍了世界。哇！他曾经开了那时候全世界最大的一台水上飞机，从法国开到纽约，然后在哈德逊河上面降落，然后成为那个时候美国媒体界的盛事，因为那是第一次有人开这么大的水上飞机跨越北大西洋，所以他在美国就变成媒体红人。然后就非常丰富的人生历练，那个人生历练后来就在他的美国出版商的怂恿之下，就画成了《小王子》这个奇幻的小说。那他比较真实的书写，就把他的人生历练画成《风沙星辰》这本自传，所以是非常感动的。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在书里面看到人生的经历，其实大部分你都会感同。只要你每天人己的生命在航过一里，就像你说过，你航到。某穷勇的国家，你会提到讲，好像你走过尼采走过的路，走过卢梭走过的路，那种生命很真实的贴近，对，其实很遥远，可是又那么相近，那种很感动的感觉。是，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翻译这个工作，翻译书就文学名著啊这一类的书，我停不下来，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一旦我投入之后，我发现书的世界里面有太多跟我的人生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然后因为比如说主持人刚刚讲过什么，卢梭走过的路我走过，那个是卢梭以前小时候他因为不乖，然后被长辈送到意大利去那个修道院里面去乖乖的读书，然后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他必须走路从法国的安息，就法国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城市叫安息。从那边跨越阿尔卑斯山走到意大利的杜林，就是菲亚特汽车公司的那个城市。然后他走路的那条路线，他穿越的那些山口，后来我也都陆陆续续都，当然没有走，就是开车。哇，好棒！对，但是那个路线都是一样的，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公路，没有汽车。还有像尼采也是，就是我第一次到法国南部蔚蓝海岸的时候，有一次就刚好就走到一条尼采小路。他在一个法国蔚蓝海岸很美的山村，从那个山村走到海边的一条那个山路，然后我就去走，就走了尼采小路，我就有一个这样的印象。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多想，我就想说尼采小路，反正尼采这么有名嘛，那他尼采路可能到处都有尼采路，就像我们这边到处有中山路一样。对，我就没有多想。但是后来我译了那个走路也是一种哲学那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把走路这个主题用哲学家的生命经历，然后来书写成一篇跟走路有关的散文集，非常有意思的书。然后里面有一篇的主题就是尼采，里面就提到说尼采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他有肺结核，然后他就到法国南部阳光充足的地方去养病。然后那时候他每天，因为他是个喜欢走路的人，所以他就每天去走那一条路，所以那条路才叫做尼采小路。对。哇，老师呢看过安多的文豪的作品，翻译过安多的书《信达雅》这3个艺术的重点，就是老师在翻译工作当中的坚持哦。也在2015年12月21号获得台湾法语翻译协会的这个译者奖、翻译奖哦，老师是得奖者哦，这是我们第1届的这个翻译奖哦。那当然也是获得非常高的评价，甚至这个胡安兰老师说，老师翻译的中文跟法文，从一点开会连共用的空隙，哇，是一样的声调，这是非常高的评价。老师，你得奖很感动哦。我自己是很感动，而且其实还蛮意外的，因为原来我并不知道有这个奖成立。然后后来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有这个奖，你去报名。可是我还差点来不及报名，因为那时候我急着有一个到欧洲的行程，然后他9月30号报名截止嘛，我9月30号那天刚好要上飞机，然后上飞机前，我本来最后终于决定要去报名，我就填了报名表，然后拿着，但是没有时间去寄，我就拿到机场，我想说上飞机前在机场的那个邮局寄，没想到那天机场的邮局没开，因为台风的关系。那时候就2015年的9月那次，因为台风的关系，飞机有飞，可是那个邮局没开，所以就寄不出去了。我就想说啊，害我准备了这么久，而且现在要把这些书带到法国，好重哦，就觉得很烦。命中注定这个奖就是你的。赶快打电话给我的编辑，然后我就立刻在机场，幸好机场有快递服务，我就把那个书寄给编辑说，你帮我处理，然后他就帮我交了。然后也是拜台风之赐，本来9月30号那个就延期了，他就延后收到9月5号，然后我那本书就及时送到。然后其实我也没有抱着得奖的希望，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很优秀的翻译家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老师客气了啦，之前很多人都译过很好的，像米兰昆德拉，我们大学时代念的那个是捷克的作者，可是他因为后来定居在法国，所以他虽然大部分是用捷克文写，但是他的法文版，他自己说他的法文版是跟捷克文一模一样的，呼吸着同样空气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太厉害了。所以我会去看米兰昆德拉的那个法文版的作品。那像台湾就有很优秀的译者，他把这些东西翻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得奖。哇，老师，没想到后台在欧洲我就听到说得奖的消息，所以很感动，对不对？那老师继续为我们翻译好棒的故事哦，很棒的书哦，一定会继续努力。对，今天非常谢谢老师，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一下，天内欣赏来做运动了，希望大家收看。